姜啊，姜要早上吃啊。有人认为要喝姜汤，但是如果有感冒，不能在晚上，最好不要在深夜不要在10点以后呢喝姜汤会那个发抖，睡觉的时候棉被都盖不暖，要早上喝，早上吃白天吃白天喝。姜呢，刚喝了会发热，会流汗，然后到了晚上温度会越来越低哇，因为是喝姜也会散了气然后会变发抖棉被都盖不暖，所以应该要早上白天的时候喝，白天的时候吃。有的人说晚上吃姜像吃砒霜一样，以你为戒